點解呢啲字明明開頭都係和，但係就分別一時用 u， 一時用 u 嚟表示呢？我哋係靈知，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韓語嘅元音和諧律。元音和諧律係指詞語內嘅元音互相同化嘅現象。韓語嘅元音有分陰、陽、中性三種，從諺文嘅外形都可以睇得出，陰性嘅元音向內，陽性嘅元音就向外。當詞語經歷屈折變化，要因應元音嘅陰陽而用上唔同嘅詞序。例如活用型有同埋兩種詞序，u 係陰元音，所以就會接u 係陽元音，所以就會接另外，陰元音同埋陽元音都唔可以喺同一個字詞入邊同時存在。例如黃色嘅兩種會見到詞根部分，一係全部都係陽元音，一係全部都係陰元音，唔存在兩級嘅 노랗다或者 누랐다。所以哇、喂、喎、喂明明開頭都係和，正常應該都用 u 表示，但因為係陽元音，唔可以同陰元音嘅 u 並存，所以就用咗陽元音嘅 u 嚟代替啦。呢個元音和諧律喺中古韓語係嚴格遵守嘅，但係喺演變成現代韓語嘅過程入邊發生咗幾項音變，導致元音和諧律嘅崩壞，開始出現各種例外。其中一種音變就係元音消失，佢喺詞首變成咗喺其他位置就變成咗令到原本全部都係陽元音嘅詞變成咗同時有陽元音同埋陰元音嘅違反咗元音和諧律。其他例子就變成呢個元音和諧律嘅破壞，同樣反映喺活用型上面。由陽元音同埋中性元音 e 組成嘅明明係陽元音，但係佢嘅活用型就係接陰性嘅由陽元音 u 同埋中性元音 e 組成嘅 v， 亦都有相同嘅情況。呢部分亦都牽涉到韓語雙元音嘅演變，咁就留到下次再講啦。